我们这个小小黑皮队哈。客家幼儿园的小朋友穿着乌面腊八的服装，踏着古锥舞步，为2023乌面腊八保育季其中的艺文创作展活动揭开序幕。这场由台南市农业局主办、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执行的2023乌面腊八保育季第2场活动，将在7个游客中心举办。为将乌面腊八保育观念宣传给更多民众，主办单位这次特别以艺文展方式来呈现。我们这次办黑面琵鹭保育季，我们以往就是一直要想把，因为它在远方，黑面琵鹭在远方很不容易来聚焦，那除了透过望远镜去看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106年、07年开始，就是跟这些艺术家结合。来由他，如果我们刚开始是用摄影，把摄影展去呈现黑面琵鹭的生活史，然后到慢慢的去找我们有那个模型展，然后还有那个电烧落画，然后铜雕，然后我们今年度，然后我们找3个老师，王丁宇老师点线，然后还有一个陈老师，还有一个李德天老师，一个木雕，一个皮雕。然后让各位能够很近距离去看黑面琵鹭的状况。设计文创作品的一些作者，我们开发不同的系列，让游客也可以了解，他也到这边来可以来了解，而且我们以前做特殊中心，今年特别把它带到这边来，相信可以带动我们游客中心以及我们盐山这边更多的人潮来参观，来看黑面琵鹭的那个文创品。这场创作展出内容包含以铁线凹出乌面腊八造型的艺术创作，用废弃的文旦树作为创作媒材木雕，以及乌面腊八造型的皮雕等等。每一项创作拢相当有艺术水准。我们这个黑面琵鹭是以一条铁丝90公分然后一直来绕折叠形成一只黑面琵鹭。但是每一条线折出来的黑面琵鹭，它的姿态都不会完全一样。但球的一个是为止，伊整出来的那个丝啦是用更爽，用更爽，而且加拢那个油啊，还会动对，叮当。这一次为那个保育类的那个黑面琵鹭设计了一系列的包包作品，然后有黑面琵鹭的收纳袋，然后结合这个咖啡袋上面做了一个那个黑面琵鹭。是我们第一版，就是做没有围巾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后来想说要让它变化多一点，然后我们想说，要加什么？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加围巾啊，看起来会比较可爱。它之后呢还会加奖，让它背书包啊，或是戴帽子。黑皮文艺创作展目前当在7个游客中心展出当中，展期会一直展到明年元旦为止。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邱仁武也有讲，2023乌面腊八保育季第3场活动“亲子轻旅行”将在19日登场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台南看乌面腊八，关心环境保育议题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